来继续来看台南的南管社区大学，持续来推广着各种在地课程，包括文史、包括生态等等，希望民众会当来认捌着家己生活的土地，日前就带领着学员到梁家的好行山公园来认识着家乡的鸟只。若讲到台南附近的山林，相信有的人会去想到梁家好行山，因为南关地区附近大部分拢是屋地地形。好行山这个山林嘛，变成真个鸟仔集中的所在。对，不管是留鸟还是说过境的候鸟哦，那他看到这边植物比较多的地方，就会比较主动停留下来。南管社区大学为了让学员了解家己的家乡，安排这个课程，对于有参加人来讲，嘛是一个真难得的经验。因为对于我们居住的环境，我们并不是很熟悉，那刚好有这样的课程，可以来了解我们在我们很平常的环境里头，有什么样的动植物在我们身边。社区大学嘛继续推动无同款的课程，希望讲让更加侪学员认捌家己的家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